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赛。今天算是我最大尺度，有点紧张。然后这套呢，主要是跟玛丽莲一起合作，然后让我穿这么性感的塑身衣。然后我也很感谢我的福大事业把这套造型就是做的再更性感、更 sexy。这是我的第二波主打，纯爱 Pure Love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我觉得lo-fi 跟 R&B 是，就是也比较少会有放在族语里面嘛。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突破跟一个尝试。那这一首歌是跟王爷王思雨一起共同制作，然后呢编曲是一个非常厉害的，也是很爱玩一些比较 sexy， 然后keyboard 很厉害的 Will 钱威良，然后我们一起打造这首歌。在地上打滚，甩头，然后腿要这样，腿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抓，回家必须洗。对，狂野一点，加唱，再加唱。专辑里面写到这首的时候是，他跟那个脸上有刺的男孩，然后他们在一起相遇，参加了丰年祭，参加了情人之夜的晚上，就是男生就去他家敲敲门，然后要邀请女生一起去跟他夜游月下散步，就在以前是真的这样，所以我就觉得想要把这个比较点谈恋爱的氛围写进去，然后又是很纯纯的爱，就有一点性感的感觉。